台中有一个身心障碍的小男生，要去读国小，无学校要甲收。尾也是囡仔的妈妈讲，伊愿意来陪读，台中的实验小学才甲收。想袂到，这个小男生咧举圣地时阵，老师竟然是带着全班的同学，做伙甲这个小男生讲：管好你的喙，唔通污染阮的耳孔。当时嘛，伫咧教室的妈妈是听着真艰苦，讲这老师根本就是甲学生集体咧欺负伊的后生。学校承认错误咯，嘛甲囡仔甲家长来道歉，但是也是要求因都爱来转学。什么东西？你又开始骂人了吗？这个国小2年的囡仔面同学，老师是安尼处理的。好，说一次。请你不要污染我的耳朵。老师要求全班的同学指责这个骂人的同学。觉得他会做到吗？不会。老师拢无感觉讲安尼做已经是霸凌啊！我同时嘛伫教室内这个老母看清楚。那我带你去洗嘴巴，因为你刚刚又用到了。妈妈，他就是这个样子，你有看到了吗？囡仔老母真唔甘，因为这个囡仔是身心障碍学生，有时情绪失控。学校有几摆讲伊无适合伫遮读册，伊选择半读陪囡仔伫教室内底，想袂到讲亲眼看到老师安尼对待伊的囡仔。还有什么叫做不适合？到底是学生不适合这间学校，还是老师觉得这个孩子不适合这间学校？虽然学校讲已经甲这个家长甲学生会师咧，不过赶快要求因转行。可能又增加代课老师、授课老师的安全上面的考量。教育局讲，公立的学校袂使用任何理由拒转。这个老师他多加一些包容跟协助啦。针对老师的管教方式，教育局认为无妥当，要求学校加强管理，所来会开教评会议，决定讲敢要甲处分。